当美分歌戏团、抓风车剧团、明华园等等，拢是大家真熟悉的台湾品牌团队。目前拢总有6大团。今年文化部搁再增加台北木偶剧团，也成做品牌团队内面头一个布袋戏团。针对着这品牌团队呢，文化部今年拢总投入1亿5490万的预算，用来保存传承台湾的表演艺术，也要来推动国际交流。 这出半山线代表基湖甲港湾的艺伎剧团，伫咧拜二举办年前送行仪式。台北木偶剧团是新北市无形的文化资产，包括音乐保存者林英智所创立。剧团嘛咧今年入选文化部的台湾品牌团队。这几年来，阮就是想要扩散在观众吼，所以阮就开始行去迄个亲子戏啊，看会使个咱传统的吼，搁啊提升迄个美感啊。 萨加国博去。文化部长期推动台湾品牌团队计划，这挂团队就代表台湾的文化美质，希望促进国际交流合作。台湾品牌团队补助名单有长美分歌戏团、抓风车剧团、明华园戏剧团等6大团，佮增加台北木偶剧团，嘛加做品牌团队中的第一个布袋戏团。品牌团队好像代表国家队，那他必须具备什么条件呢？一个就是他能够到国际代表台湾出去表演。 第二个，他在台湾有很大的影响力，那我觉得台北木偶剧团就做到了。针对品牌团队，文化部拍算今年投入1亿5490万的预算。台北木偶剧团伫2010-2012成立到今，结合传统布袋戏和八卦音乐人才，创作成果常常得到肯定。剧团也希望将台湾代表性的内容呈现伫咧国际舞台。记者陈林旭凯新北报道。